高雄市海岸线有100公里长，有10来个渔港，目前敢若开放3个渔港会使钓鱼啊。有民众是建议讲，应该爱增加。议员嘛认为讲会当搁开放，海洋局表示讲会甲渔会做伙来评估。红鼻头渔港平常日就袂少钓客来钓鱼仔甲虾仔。红鼻头甲边岛中分渔港是目前高雄开放会使钓鱼的3个渔港。不过高雄海岸线有95公里长，总共有10来渔港。大部分的钓客拢反映，敢若开放3个渔港根本就无够，也建议亲像台中的渔港，除了有示范区，阁有设栏杆等等的措施，等到高雄市拢无做。我是觉得3个是真的是太少了，嘿啊，当然如果能多还是多益善。钓鱼的所在无像台中遐好啦，防护措施嘛做了最好的啊，栏杆做济啊。其实行政院今年就宣示向海致敬的政策，推动友善的钓鱼。目前高雄市合法钓鱼地点靠海有10大，高雄市敢若前定渔港是第1类渔港袂使钓鱼，其他拢是第2类的渔港。议员是认为市府爱评估规划适度的开放。目前开放中有凤鼻头渔港、弥头渔港，还有中屿渔港。至于其他12处未开放部分，市府若评估可行且获渔会同意，在不影响渔民作业安全下，就会评估开放。海洋局强调，渔港主要也是予渔船使用，若是有空间，才会评估敢会开放予钓鱼啊。未来海洋局会甲渔会讨论，袂影响渔民作业为主，适当的伫渔港设范围开放钓鱼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